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。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吳平辰。你敢有咧用外送平台咧叫物件？外送法等了6年外，終於等出勞動部提出來放寬，但是最低薪資這條問題唔那哈大哦。比起平台家己講的27.29%，佫差一截。到底外送員甲相關的學者專家安怎看？今仔日好好來討論。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，頭一位全國外送產業工會發言人蘇碧和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那麼第二位，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峰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。那麼第三位，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張豐益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那麼首先，咱先來關心，在勞動部按算要推出外送專法，那麼就要預告要立法保障外送員離線權甲薪資的計算等等權益。外送平台若違反的規定，最懸會當重罰50萬。那麼佇預告期呢，會收集各方的意見，佮送到行政院來審議。外送員佇大街小巷內冷氣無用替人客送商品，為着保障外送員薪水等工作權益，勞動部頂日有過外送員權益保障甲外送平台管理法草案，頭一擺依法律規範外送平台外送員、消費者甲店頭4方關係，佮明定外送員每點鐘的收入袂當比上計工資1.25倍計。那以每年2026年上計時薪來計算，就是245塊。每一單都是獨立的計算。我們不採所謂的截長補短跟平均。勞動部表示，佇外送員公路資部分，明定外送員每筆訂單袂當比交通部核算的基本運價計，核算了後每點鐘的薪水袂當比上計基本工資1.25倍計。另外，外送員也享有離線權，平台袂當強迫外送員一定愛接單。若平台隨意停權要終止契約，也愛由平台負基準責任。未來會成立獨立申訴受理小組，保障外送員的工作權。我們需要去支付成本，比如說車輛折舊、油錢，甚至保養等等的。所以各國目前如果用基本時薪的保障的話，都是大概是1.5倍的一個範圍。那我們會希望可以調到就是基本時薪的1.5倍。有一個風險在哈，它可能最後的結果並不一定能夠去照顧到這個外送員哈，反而呢，會讓這個成本哈被這個平台轉嫁到消費者。另外，新法也頭一擺將天然災害之法明定停止上班上課期間，外送平台要停止營業。若平台無替外送員投保企業災害保險，外送員袂當上線接單，若無相關會當開罰50萬。勞動部強調，草案有過期7日來，會收集各界意見，作為後手調整依據，擱送行政院審議。公視新聞採訪報道。觀眾朋友哦，頭先看到這個新聞，心裡頭咧想講。這跟我消費者有什麼關係？你看到消基會人伊出來講哦，伊講哦，如果你那個塌起來，有可能這個物件咧加在消費者的身上，叫你來加出錢，敢是安尼如此而已。那麼整個消費市場或者是商業市場，什麼叫做公平？什麼叫做正義？這是咱的關心呢？唔那是這個外送員。其實阮今日請了。足濟敲了足濟電話，攏找袂來，吼，尤其是外送平台啦，吼，所以哦，因為這個聲明吼，我也甲印出來，我小等吼，就代表我是外送平台，啊，你盡量吼，那甲我問吼，啊，我看會當我安怎回答，我要先問吼，碧和，你認為這擺勞動部這個法，吼，有啥物互你？小可會滿意啊，有啥物真無滿意？過來拜託因過來修正。滿意的所在是講，即個有一個所在是，伊是每單來計算，上加報酬是每單來計，袂當掠長補短。就算講你塔單嘛是愛一單一單算，袂當講我塔一單啊，第二單甲你扣偌濟，第三單甲你扣偌濟。
真袂使，就是每一段安尼算。我感覺這是上好的所在。咱若小可較無理想的，就是講伊有一個所在，可能大家較無注意到，伊個介紹可能愛甲未來交通部的運價基礎去聯動。這個部分因為交通部伊還袂定出來，所以介紹攏還袂參詳好勢。所以這個每一段要甲交通部安怎聯動，即擺也無確定。這是一個較無確定的所在，所以阮工會希望講，除了245每點鐘以外，我嘛希望講每一段的下限應該設定基本工資的1/3，那照每年來算，差不多是一段65塊是上基本的計數。但是我頭一開始就講，勞動部定講1.25倍，對，但是個算的，就是245塊啊。平台就講無啊，阮實際上即擺攏互伊2.9、2.7這卡頭啊。意思就是講，我比恁佫較濟啊啦。但是我感覺人性就是安尼哦。你既然定講245塊，安尼好啊，我就互你245就好啊，敢會安尼？基本上是袂啦，因為伊是用每單來計算哦。因為每單來計算，因為是用點鐘來計算。所以這走袂去。絕對走袂去，絕對走袂去。你這段若走10分鐘，伊就走算10分鐘照算。你這段若走半點鐘，就算是共一段哦，你嘛是照半點鐘來算。伊是每一段做計算的基礎。你無共段就無共款的計算的基礎。對，所以基本上這個計數伊一定走袂去，袂當掠長補短。但是哦，我要先請，咱遮先停下來，我要先請教蔡老師吼。蔡老師，你看到這個？外送員權益保障以及外送平台管理法吼，伊也有講呢，勞動部也講吼，互平台保有創新的空間吶吼。這意思是講，你嘛要我的解脫吼，可能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啦，就是講，你嘛要有平台吼，有通有生存的空間，大家毋才在相贏。是這個意思嗎？所以要保留一寡互平台有當運作的空間。但是我想講，豬無肥肥的狗啊，我抽這狗抽無，抽我消費者抽我豬的身上。老師安怎看？其實伊要對對去抽錢吼，其實這是天性，這是廠商的天性，嘛是伊的本性。今仔日雖然講勞動部吼，有甲你設計一個講你。1點鐘上加的這個薪水，吼到245塊。勞動部長嘛有講，你袂當甲我起價哦，因為你甲我講，你每一段像主持人拄則講着，講你平均就是2.9，對。所以你若安尼甲我扭起哩，安尼就代表講你調工要甲這個計數甲對落來。但是咧，你若因為講安尼的關係，你要去到消費者起這個計數。你本來每一段毋是攏2.9嗎？你哪會即馬甲我講？你即馬嘛是咧做245，你所以你起計數無合理嘛？但是伊要去甲你起計數的話吼，伊若無法度甲你起，伊會對對去下手，這是咱的思考的。伊今仔日伊袂去找消費者，伊會去找啥？找這個小店家啦。佫一方誒。對啊，因為這是四方嘛。我有小店家，我遮有即個外送員。中即個平台甲大家合作伙，即馬較送互消費者，所以我平台對着即個外送員的部分薪水去互法律甲規定掉咧啊！即馬勞動部長又講，你袂當去互袂起消費者，伊村上無去互花着，就小店家。哇！所以我有可能甲即個小店家，有可能甲你的即個抽成，有較懸的無？還是我會用其他的名目來甲你講，我要甲你起價數無？這是有可能的，所以這是咱未來吼，咱對着現主是真濟小店家，確實攏需要這個平台來提供這個外送的服務，這是要注意的啦。第二點就是講，其實當然有真濟這個包含着拄則這個基金會的董事長出來講，你上期尾啊吼，你會甲你的計數有關會傷害着這個消費者，但是咱嘛愛互咱的消費者知影，其實有真濟的成本是你本來就愛付的。你袂當因為講外送員的保障愛提互懸，會影響到我的付出是計數買物件的成本，所以你就無愛買。
啊，你就感覺你對你受傷害。你若感覺你對你受傷害，其實這個消費者就會當家己處理買啊，就免需要甲依靠這個外送的服務。好，所以我感覺。其實咱這個社會有一寡，你本身你消費者就愛去支出的這個對，這是咱政府愛去教育咱這個消費者，啊，還是講咱這個消費者家己本身愛知影，你袂當講啊，永遠攏感覺講啊，介紹就是要第二家，介紹第二家，想到你想到是我第二家，你若有愛叫恁頭家，甲你的薪水遞較低咧，對無？你若攏感覺講啊，這個物價安尼，若薪水扭起來，物價就會提懸，安尼所有的消費者，你若佇你家己的工作的所在，那頭家要甲你扭薪水，你攏愛講唔通，安尼這消費者吼，因的成本會壓懸，所以同款的道理就是講，你若感覺安尼不合理，你就袂當去講哦，因為外送員的薪水扭懸，所以我付出的錢就扭懸，長期我就來傷害到我，這毋是傷害到你，若毋是傷害到你，就是傷害到外送員。啊，看送應該付出這條錢，我們這是大家會當討論。但是老師，這吼理性都講甲真明白，但是真正要對咱提錢的時候會聽，這就是真濟人在這個經濟行為裡面真麻煩的所在啊。就是因為麻煩，所以想要需要政府的存在。政府就是愛必須要出來甲主持公道。是啊，因為你別。就那像過去咱國立黨以來安尼一直不斷的提高過去啊，做基本工資，即馬做上加工資。啊，你若攏敢若一直聽廠商講啊，你工資若起起來吼，啊我成本就塌起來啊，啊我成本塌起來，我利潤變無去，啊是甚至互食掉去，我免哪才能競爭？安尼講做有道理的啊，迄是就廠商的點啊。但是你若就這基本工資的這勞工來講，因就無法度好好啊生活啊，所以對着政府來講，其實咱愛知影，咱若講即個起安的工資是無合理的，毋通袂記最近咱台灣真出名的即個腳踏車的公司，伊就因為即個勞動條件的問題，去互美國政府甲伊的相關的腳踏車啊這個零件，規樣甲你扣佇海關哦，迄上慘有可能甲伊規個總仔甲銷毀去，啊，啥來安尼？因為你有可能有一部分，你有去違反到這個一般勞動條件，啊，因為你的勞動條件，你會去影響到這市場的公平競爭，啊，所以相同的道理，外送員的工資起起來不一定愛起消費者，起起來是互這個平台業者抽較少爾，袂互伊了錢。所以你若因為你平台你的權利若足，你的定價權利若足強的，你就有可能卡袂到你的這個外送員小可有一點啊失角差，你就規個單怎啊甲抽掉的，愛去扣伊的錢。這個物件攏是咱佇日常的生活當中會去看到的。所以甲這個成本扭起來，這個平台業者伊毋是了錢，伊是減碳。啊，伊若想要賺參較早小共濟，伊就去起消費者，安尼夠合理，無合理嘛？這是你本來的，你這個平台業者，你需要這個外送員來甲你服務，你需要這個小店家，互你的物件變了，後頭較濟，吼，袂講安尼講，啊，你這欠一項，遐欠一項，你會當互這個業者會當來支持你這個平台，互你這個平台有真濟好的物件，會當送去予消費者的所在，所以這大家攏是共同拍拼。啊，今仔日我要甲這外送員佇外口安尼曝風曝日，吼，這個成本啊，甲算入去這個工資內底，啊，你就講安尼成本就中懸啊，我要起予消費者，迄就無合理嘛。啊，你消費者敢要佇迄落大雨的時陣，佇迄這個3更半暝的時陣，啊是佇這個外口安尼風扇啊有夠冷嘰嘰的時陣，啊出來買物件無愛，你要叫外送員幫你送，啊你要互送，人就有風險。啊！你有一寡風險，加減啊，塌一寡，我會感覺這毋是真過分的代誌。這吼道德經濟學吼，小等咱再來講。我要先請教謝行長吼，我這手頭這個吼，因的稅貼啊，伊講吼，這平台業者寫的，伊講隨着西班牙等等市場在相關法規通過了後，對原有勞動關係產生變化，造成訂單成本大幅度上升之後，真緊出現了外送市場凍結的問題。吼，這整個經濟聯動。但是恁徛在這勞動條件的這立場，恁安怎看這代誌？
對，其實吼，拄啊，迄個博豪有講到吼，伊要殺這個花已經6年外吼，啊，咱來想看覓吼，你的迄個6年前吼，佫是疫情進前哦，啊，迄個迄樣陣其實咱台灣的外送吼，才拄啊開始無偌久啊爾，吼，啊，咱會用看出講，這幾年，這5-6年來發展吼，其實是發展足緊的，變到講吼，這個平台吼，伊的控制力愈來愈強，為蝦米呢？因為吼，大家攏無論是消費者還是外送員，依賴性愈來愈懸，依賴性愈來愈懸的時陣吼，伊就會使伊這個權利吼控制力就愈來愈大，因為伊咧市場頂頭伊就講，我大家攏靠我嘛，所以我就地喊價嘛。嘿，拄啊，我一開始我迄個甲博豪開講的時陣吼，伊講，我拄啊熟悉伊的時陣哈，伊樣陣吼，我會記送一，伊樣陣因的外送員吼送一單75塊哦。吼，後來過一年無偌久，然後變65塊，叫我問講博豪，即馬咱送一單偌濟？結果伊甲我講，即馬是送3單45塊。嘿，3單45塊，對，所以你看賣者，這就是吼，強強要比坐運閣較俗安尼。對，所以你會看出講，因為吼，這個平台業者吼，伊即馬伊的控制，伊經過5-6年的發展，台灣即馬差不多15萬人左右吼，你做這個外送吼，外送的人愈來愈多吼，啊，所以這個比如講咱拄仔講的迄個小店家吼，伊嘛是依賴哦，比如講你做便當的，伊慢慢嘛依賴這個平台，對啊，啊加入啊消費者，大家吼，結果攏這個攏白做位的時陣，你即馬這個平台的權力會愈來愈大，吼啊，所以吼，咱其實通過這個法吼，其實是小可互這個咱過去這個，因為這兩個平台攏是國外的嘛，攏是國外的公司來台灣的嘛吼，所以互伊的權力吼，小可甲約束一下安尼啊。嘿，咱嘛毋是講甲縮甲去袂當喘氣，嘛無，但是小可約束安尼啊。吼，其他的國家吼，其實吼，有時啊其他的國家吼，伊會甲外送員吼，甲當做迄個受僱的關係哦。有一寡國家法令上有安尼哦，迄個較嚴格啊，就表示講，你就是迄個雇主的，嘿，你雇主的責任你攏愛負擔哦。吼，咱即馬即個專法吼，其實嘛無安尼啊，咱攏無去當着即個物件吼，咱只不過甲伊較縮安尼啊。吼，伊拄仔講的西班牙，確實就是甲伊當做迄個受僱關係，吼，甲公布落去。吼，毋過吼，西班牙你講嘛是縮減安尼啊，伊也毋是講即個產業狀啊無去啊，嘛無毋是啊，伊是講較小可點短下較迄落安尼啊。啊，所以咱台灣，咱即馬即個專法吼，其實是吼，即個咱過去伊即馬發展到即馬的即個平台即個業者吼，特別這兩間大間的種國外的公司，互伊踮咧台灣吼，小可去受到咱台灣的交通部甲勞動部的一個管制安尼啊，嘿，其實毋是講咱想的影響較大。而且吼，咱會看到講吼，咱即個外送員吼，伊個過去吼，伊個勞動條件，你講啥？迄出車禍的啦吼，足多，徛倒歹吼，出車禍啊，所以即個產業要安怎愛互伊踮咧台灣吼，即個永續的發展、穩定的發展，吼，啊，互更較儕人嘛會使來遮趁錢，其實就是你有一個好的勞動條件嘛。好的勞動條件的時候，大家來投入啊，而且你嘛是用個永續嘛，永續就是講，譬如我用個安尼做，用做，甚至我年歲大嘛，我嘛用繼續做，類似安尼，安尼的話才有法度才會使適應啊。咱講個勞動部即個講個專法用個創造適應嘛，才會使安尼。就你的觀察吼，你認為這數方吼，迄平台免講啦，伊穩賺的啦吼。這小店家我嘛真濟聽真濟小店家，也是真穩賺呢。攏甲我白死死啊！我無做就賺無單，啊做了佫愛做愈較辛苦，才賺有夠額。對，所以吼，其實吼，咱吼後一個愛關注的吼，其實就是這小店家吼。其實小店家即較少人去探討，其實小店家佇即個平台經濟內底吼，嘛是一個。叫平台吼，嘛是咱講白色真嚴重的所在啊。
伊踮咧遐，愛慢慢依賴的時陣，即馬伊變到講，伊可能本來的業績啊，可能是有2成是外送，啊8成是踮咧店內安尼食。啊，過你講疫情以後即馬袂使內用，所以咱台灣足儕迄店家慢慢啊，迄個愈來愈依賴外送，當倒擺變到講可能伊的業績是8成攏愛靠外送。然後過伊甲平台之間的簽約，還是即個抽成這，其實這嘛是一個大問題。因為伊個單價吼，無法度有關。對。你一碗麵也無法度有關。對。啊，你無法度有關了，伊就要家己吸收啊。對。即我先請教蔡老師，啊，這店家這個物件，這敢若是拍死甲，這無法度解決的代志嘛。這個物件真正是真難啦，啊難的所在是對，因為。即馬平台吼，差不多是2大平台啦。你會當講有3大就加迄個統一公司因家己迄個外送的平台，嘿，啊無就2大，啊2大較麻煩的是本來真2大，到要夾做一間，哦，好加在用動嘅。對，啊因為迄個足明顯的，但是雖然伊2間要夾做一間，但是伊即馬2間嘛是已經算佔據個全台灣的外送的即個市場啊，啊所以對着這個小店家來講。其實拄則有講到，就講我若無加入，啊，我可能就無成立。但是我加入，我做倒忝，我一定要做到一定的單卡的有即個合理的利潤。這麻煩就講伊到底是契約安怎參與簽的？其實這個部分，這是愛好好啊討論。咱無看到因詳細的物件，咱嘛無法度安尼去討論。但是佇這個外送平台是安怎？對着經濟學的角度來講，其實這毋是啥物道德經濟，這其實咱只是講愛希望這個市場吼愛有較公平的一個算法啦。就是講過去咱咧算，我會定來講這個基本工資來講，過去咱若講基本工資，咱絕對毋是講啊，你愛互這個領基本工資的人愛互因有較好的這個生活，是講你啥哪會講的基本工資定啊遮低，定啊遮低夠有合理。啊，所謂合理就講你定啊，若互伊無法度好好啊去即個生活成本咧中懸，你攏無法度互伊的薪水趁得過，其實這就無合理。啊，對着外送員來講，伊本身伊就愛幫你受這個風險嘛。啊，你卡袂着，你就會當甲你的單看要降偌濟就降偌濟。其實這有一個足明顯的，就是咧甲咱政府甲咱所有的人民講，你看我就是有化計數的能力。既然你有化計數的能力，你就有法度像拄則主持人講的，我就穩貿贏呀。當然，伊貿贏伊有伊厲害的所在，咱袂當完全否認。伊講伊有法度甲即個平台甲建立起來，啊，互大家有享受這個服務。只是講你享受這個服務的背後，你有去共這個外送員啊，共這個小店家共抽收這錢無？啊！你講有夠濟無？你就看你的利潤到底有偌懸啊，對無？所以佇即個部分，我感覺政府適度的即個概念吼，這是好代志。當然，政府若甲你話講啊，你一點鐘你愛花到300，這當然就有可能就無合理啊嘛。凡是平台業者講啊，我家己來送就好啊，我就甲請外送員，吼，就那像咱定定咧講的，你一直要愛頭家甲你摟薪水，頭家就講啊無薪了，我來做你來做頭家好啊。啊，所以這個計數的摟，咱嘛愛合理的摟。所以你若有一個合理的基礎去計算出來，即馬勞動部已經公布啊嘛。啊，公布我是較無認同講啊，外國1.5，咱就一定愛1.5。其實這大家就會當好啊，坐落來討論。就是講你外送平台，無你就愛我看嘛。你平均你感覺你的成本愛偌濟啊？對啊。啊，外送員就會當去講，啊，我的成本討偌濟啊？所以大家就會當笑，因為每一個國家，特別是這個外送的環境，其實無共。凡是外國你講伊若1.4、1.5都合理啊，啊，咱台灣無一定安尼就合理啊，因為咱的歐多巴咱的簽嘛真濟啊，啊風險有較懸無，還是咱的風險有較低。其實這攏是大家要坐落來好好去討論的。嘿，啊，這個物件吼，其實上尾啊，我要講就是講，其實小店家這個部分，因為你若無處理掉，其實嘛會出現講這個成本買啊，或者係小店家，啊，這個小店家，大家咱做生意的，你就知影嘛。我若為着要生存，我就減碳嘛，對啊，減碳，啊，就這2年減碳，喙齒緊加咧，這個足麻煩的。台灣若一直
自頭到尾攏一直講喙齒緊加咧吼，加到即馬咱經濟袂安尼成長，所以大家我感覺小店家唔通甲一直加喙齒緊啊，加尾啊吼，其實你會愈來愈辛苦啦，所以有當時愛好啊想法嘛，就是講佇政府的部分，看會當安怎來幫助這些小店家，我感覺這是必要的。這老的小店家來討論，我要先請教着碧和吼。伊遮內面寫，伊講近6成的外送員表示，目前的收入比進前的工作更較懸。有6成的人表示講，我來做這個外送比以前讚。這第一。第二，65%的外送員每禮拜外送的時間無到10點鐘，實際甲外送工作做做專職工作的比例無到10%，敢有影？無，絕對無影。迄是每一個平台無啥共款啦。像講若副平台的話，伊的專職的，就是我全部攏是要靠外送收入來生活的，這個外送員可能就較濟。啊，若做兼的，Uber Eats 較濟。啊，這個數字我安尼看起來、聽起來可能是Uber Eats的數字。啊，但是你講，你若講，我做一般的頭路，甲做外送工課，外送的工課有較懸，這有可能哦。但是你袂記哩這件代志，就是工時。我嘛做過一個月日賺10萬的啊，但是我迄個月400點鐘的工時。400點鐘。對，400點鐘。啊，算起來一點鐘。你講話還佫會喘氣？對，遐嘛袂喘氣。所以我嘛做迄個月爾，咱後個月就休。個月400點鐘哦。對。哇，啊，頭家你愛甲過啊？還是你還是喙齒滾加的？我想講一個月爾罔走啦。哦。對啊，但是你要收入懸，你就是用時間去換，外送就是安尼，你就是一定要用時間去換。你可能會有比一般的工課小可較懸，但是。你就是用時間去換，一般的頭家辛勞的工課，可能一禮拜40點鐘嘛。咱外送員。啊，但是伊講65%的外送員每禮拜外送的時間無到10點鐘。無可能啦，無可能，迄就是有一寡人根本都無咧做外送，伊嘛甲你算入。伊基本上可能是走算的，伊嘛甲你算入去。用平均嘛，用平均啦，用平均去算。啊，我感袂當安尼算。一工甲你走2點鐘的啊。可能還有一個新的算法，就是活躍外送員，你真正有活的外送員。但是還佫有一條吼，因為這外送平台厲害的所在，伊是演算法。對。吼，咱就真知影講吼，你來接單的時候，有當時你是迄目的地的吼，還是啥物？伊一寡信息甲你查開。甲查掉啊！你有講。你自己你這個社區，伊可能是定一個所在，但是你社區的大門1.2公里外，新店住一個社區就是安尼，美和區。這社區足大，這社區真正足大。入門口佇南邊，啊，但是伊若給定，伊那個人客若住佇北邊，伊就要坐南邊，過管理區，佮騎入去。啊，加差不多。哎呦，啊，這有影要求過，伊是挑佇咧挑工的呢。伊嘛無算挑工的啦，啊，伊社區就是洗這個型，啊，洗這個型，啊，伊計算就是算一個點爾，啊，算到迄個點一定攏是北邊。啊，是伊不靈還是不為？我感覺是攏有可能，挑工的嘛有可能，但是我感覺講無一定是挑工的啦，但是每一個社區的點就真正是無共款。因為同款的平台有咧招車的吼，毋是外送的，因攏是咱上車了點落去才知影要去倒位，敢若開獎。我講是安怎袂當，互恁先知影。啊，伊講伊愛警客，伊驚會警客，但是應該這個演算法袂使安尼用這個密小撮的方式吧？這個交易上葉峰你安怎看？這個演算法吼，你國外吼，因為講一個名詞叫做演算法獨裁啊，吼，就是講吼，咱即賣因為這平台業者吼，足濟吼，伊啥物攏甲責任吼，攏講啊，這是阮迄個演算法吼去創出來的，迄毋是我要甲恁欺負還是安怎？啊，演算法創出來是，就是用這來做擋箭牌，吼。
啊，譬如講吼，因內底若對一寡迄個外送員啊，吼有差別待遇。譬如講，你若表現無，也是用點名做去哦。伊其實會使吼演算法內底吼，互你吼，譬如講你的單吼，攏出來攏是凹單。吼，啊你，比如恁兩個外送員平平攏停喺遮路邊，啊叫恁出來迄單可能會無共款哦。伊會甲你講啊，因為你即個人就是過去吼，記錄無好。啊！你即擺咧弄出來單攏是像伊講的，迄入去吼，大門入去過來講，迄個啊無是吼，去啊行路啊8、5樓，無電梯的，有可能哦。當安尼咁創治哦。會使哦，伊的演算法會使哦。啊，過你也唔知啊，你也唔知，伊迄個不同的人，而且吼，你出來單攏全迄個單，啊人迄吼下單攏好送的，嘛有可能啊。譬如你講一個實際經驗，我聽。共一單，我這個外送員。收到可能伊是看到50塊，按算講50塊，啊我買甲等掉，另外一個外送員收到可能剩40塊，這是有可能的，這是有可能的，演算法就是安尼。對。因每一個人派互你的介紹攏無共款，那因每一個人，互我的，比如講咱有走單的獎金嘛，每一個人的獎金基準是無共款的。嗯。啊，所以這勞動部。即擺定的這內面，敢有描寫講你袂使安尼？這我感覺有困難，即擺攏也無在條定這，因為這演算法的問題，到即擺全世界基本上也無啥物國家會當有在條有效甲控制。啊，只是講咱敢若會當用基本的，譬如講你上無愛互我偌濟啦，我管他你演算法安怎舞，啊你上無愛互我偌濟。阮只好安尼，上無安尼，只好安尼來補充爾。哇，這就佫一招無可一中啊！勞動部即個專法有講到啦，就是講迄個外送員若是拒絕接單的時陣吼，拒單吼，比如安尼的話，即個平台吼，袂使有迄個不利對待啦。吼，啊，我伊就安尼寫不利對待安尼啊。吼，啊，毋過我像我拄則講的，伊即擺即個平台吼，伊在演算法，伊有一寡用更較細微的方式，吼。吼，較細微、較縝密的方式，互你，就是，譬如講你的單就是出來，敢若無共款，啊，你就是弄即款爛單，甚至講嘛是你排班的選擇權，吼，迄種你有去用，無法度優先還是安怎，這攏有可能，伊用演算法去處理。所以咱法律雖然安尼哦，按過實際執行吼，是毋是真正吼有不利對待，你有法度抓到，這攏是大問題。老師，啊，這是數位經濟，這實在是。其實這是真正真歹處理的問題，但是我嘛有一寡代志，阮仔是會當做，比如講拄則講的，你地址你若要防止遮的外送員來即個經單的話，你應該會當講，比如講有一個比例，你一定愛有偌濟愛送遮的單，這是會當去設計。啊，另外一個就是講對着消費者來講，你若講去一個社區愛大門佇遮，啊，你要離遐到伊的所在愛甲1.2公里，這平台應該愛知影，消費者嘛愛甲。平台講，就是講我就是送到遮嘛，你若踮這個大門，對，我若愛甲行1公里，還是騎倒愛騎1公里，迄足遠的安尼，烏倒就愛騎1公里算足遠的，愛騎出來愛甲騎1公里，啊，這個錢你得愛負擔啊，你消費者得愛負擔啊，你消費者若愛負擔，你的成本就稱懸，你就袂當安尼一直講，我無愛迄個，互你送遮遠，我無愛付遮個錢。所以佇即個情形下，其實我感覺會當透過較濟即個咱講的資訊，會當互消費者知影也好，平台愛知影也好，愛甲即個資訊愛會當合理的甲介紹定出來。你袂當吼，假使講外送員若點着即個單，真正即個單是無偌好的，但是伊送的距離、伊送的時間，你嘛是愛合理的互伊啊。雖然講即單較艱苦，應該嘛愛去計算着啊，作為。經驗值是，你我愛加送1.2公里，我愛加送2公里，你2公里的錢下我就較袂起毛子較袂遐歹啊嘛。你有補貼下我，因為你袂當講啊，叫人加送遐個距離，啊你無愛互人。啊，第二點就是講，其實吼，我感覺對着平台業者吼，雖然講即個勞動部伊甲你定245塊，你可能真無滿意嘛，真反感。啊，事實講，你定200塊，伊嘛是相共反感啦，無迄個無反感的。但是我要講的是啥貨咧？
你若定245塊，你會當互真濟真認真的外送員，伊願意入來這個平台，好好去做這個外送，提高這個外送的品質。這其實對着這個外送平台來講是好的。啊，對着遐無法度好好做外送的服務，還是講咱看到真濟新聞有一寡較這個無好的這個消息，這個外送員伊就無法度入來嘛。對不？所以這對着整個外送員的這個平台，這個外送員來講，唔是講干那保障這個外送員爾，你嘛會當互外送的平台會當收到這個外送員，因的品質嘛會當提懸啦。因為啥怎會提懸？因為我領的薪水變濟啊嘛，我對着這個平台，對啊，我就會較用心來看我這個工課啊嘛，看我這個勢頭啊，我就袂講啊，我來接2單就好啊，接3單就好啊，拄着啊，起來接一個啊，迄個姑姑啊，起來接一個，對着這個外送的品質嘛，毋是真好啊。這吼，譬如你會甲咱講幾個故事吼，譬如講，這小店家吼，其實嘛去用束縛着，啊，對恁來，恁也是大家吼，也是恁也是受害者，啊，因也是受害者，啊，大家吼，頭摸一燒，啊，不過嘛是頭咧嘛，繼續去做。有這種例啊，有這種情形啊，其實消費者嘛無一定滿意，因為啦，慢吞吞介紹佫踏懸起來，敢有安尼？基本上店家的介紹，即擺差不多攏你看會到，差不多攏小可踏一點啊去哩啦。啊，所以講即擺嘛有咧暗算講，那後一階段可能嘛是愛對小店家來做管制，像講紐約，美國的紐約。伊就限制講，對小店家的抽成袂當超過15%。這是但是這是較特殊的案例啦。佇台灣的狀況嘛，無一定，就算上尾有這個標準嘛，無一定是15%。但是美國有這個案例已經出啊，所以我的感覺是講，店家嘛會當來爭取因的權利。但是這阮工會來講，阮工會嘛有一寡小店家的會員，啊，阮嘛有在甲鬥爭取，但是一步一步來啦，因為全部要一家創哦好勢吼，阮可能毋是講等過6年啦，對，無可能，袂當擱等落啊啦，真正袂當擱等落。OK 啦，咱拄仔講的迄個，即馬伊即屆上價就是講愛一點鐘245塊這嘛吼，我感覺這是好，因為過去吼，大家攏是搶單。因為你就是講，你有限的時間，你走愈濟單，你才趁愈濟嘛，吼，是安尼，你大家咧搶的嘛，吼，所以咱會看到講，迄個外送員，你學倒擺徛足緊的，吼，伊就是盡量搶安尼吼，啊，譬如講迄個店家遐吼，哦，啊，伊就趕緊講緊的，啊，你煮好啊未？啥個就走？你毋是講迄個頂頭，毋是講你煮好啊？你為蝦米佫點叫我佫等10分鐘？啊，你遐等等，你害我。哦，我無法度擱接另外一個單，啊！伊即擺伊拖10分鐘，伊即擺摕着以後就衝啊安尼，啊！所以伊這就無保障，即個咱拄仔講的，伊是每1點鐘基本一定愛偌濟以上，就是你執勤的迄個時間吼，要有一個保障，迄個就是你執勤的迄個時薪嘛吼，245這。因為所以過去就是用搶單，你搶單，你像我，伊就是迄個，你甲迄個店家就衝突，而且哦，像那外送員你送到遐，你若無較緊來摕，消費者無較緊來摕，好，就個起冤家啊，你是你創啥？伊就害我迄個嘛吼，所以我是感覺講，咱即擺伊有一個保障的迄個1點鐘愛有偌濟這個時陣，你外送員你就免遐爾趕。吼，啊，然後中間有一寡甲店家，然後小可較慢，伊嘛袂講遐爾趕着，迄個衝突啊，甲消費者之間，我感覺有一個較好，嘿，啊無過去大家攏咧拼，啊，因為咱講即馬講，每一單的單價攏一直去用扭價落去嘛，一直愈來愈低的時陣，啊，大家攏在拼單，嘿，像講若送單的時間有包括落去的話，那一寡像講百貨。較歹摕所在，也是講較歹送的所在。譬如講，拄則迄個社區，你公里無算着，你上無時間有算着嘛？你加開的時間一定算會着嘛？啊，像講病院，
比如講營總、三總，這上歹送的台北市上歹送的病醫，無啥人要接，無啥人要接單，對，無啥人要接單。啊，即擺若有這個時間呢做補充的話，可能就較有外送員願意接單啊。有咧，你安尼講啊，伊若是去迄百貨公司誒地下室誒美食街，係啊，就個停好，啊，個行入去，行入去，啊，個退。對啊，個行出來，十幾分鐘出來就十幾分鐘啊！啊，像講若三種啊、英種迄種的大病院，迄入去甲出來半點鐘。你敢入去賣姜共款呢？對哦。啊，電梯佫加慢。哦，有影。百貨公司甲病院送病人的，咱甲人加。百貨公司甲病院的電梯就是挑工創足慢的。其實這應該愛講互消費者來聽，消費者才會當理解講。伊咧做的這個代誌，會影響到真濟人。那麼自我愛站責，講啊，這個咱這單咱就賣，還是講你真正愛叫這個單的時候，你了有講哦，老師。其實這要叫消費者有講哦，就是消費者的成本比我懸啦。老師講的就上對。這本來就是安尼啊，因為我若去病醫。我若愛送去病院，啊，真正確實講，即馬病院其實你若是你死的時陣，迄其實攏做客，啊做客你送一張單，你就做遠的嘛，所以你送啊到病院，這個時間其實外送病單啦，感覺安尼無合理，你嘛當有一寡時間的成本愛有消費者來支付。安尼這應該勞動部要有一個特別條款啊。這個物件，我嘛這一方面毋是勞動部的業務，一方面這是這個病單就會當。互這個消費者知影講，哦，因為你這個單有一寡較歹送的所在，所以我有一寡加價，啊，看你要接受無？你若要接受，安尼病單業者伊就有這個收入嘛，伊就會當送互這個外送員。病單敢要做歹人？啊，病單伊永遠攏咧做歹人啊！所謂做歹人就是講，伊本來就是咧公門獨市的生意嘛。雖然講無夠講一間，但是因兩間算講。佇這個市場嘛，足大。老師，這順帶來問吼，這照你講，伊這是算做準寡匠。是。哦，這準寡匠。是。講病會內面應該要有這種角色來甲規範，講你這內面應該愛注重什麼代誌，愛做到什麼代誌，我逐年定期愛甲你看。其實講病會這個物件，為的是你愛看有消費者去啊檢舉無，還是外送員去啊檢舉。有一條啊，做你濫用你獨佔的這個權利，就是講你獨佔，啊，你因為你獨佔，你刁工去定價啊，去欺負這個消費者，嘿，愛看你有濫用這個獨佔的這個獨佔啦無啦，你若無的話，你袂當講伊公門獨市，還是因兩間廠商，你就講啊，你安尼唔對，伊無遐濟時間去甲你檢查，比如講咱舉一個例。其實咱台灣這個賣石油的，就台灣中油，參這個台塑嘛，啊，伊嘛是寡占嘛，伊嘛是兩間算雙占嘛，啊，你袂當講伊雙占，伊就會去濫用伊獨占的這個權利，啊，平台這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平台過去像這個Foodpanda，吼，因就捌去互罰款嘛，就對啊，罰200萬啊。其實伊卡袂到，伊就講個單的介紹講誘落來，啊去影響到這個外送員的權利。咱大家問一個代誌就好啊，你要甲這個介紹帶落來，你有參外送員的工會，代表性的這個工會有參與去討論無？無，啊無你就會當啊一刀切落來，你就會當甲人咧賺的薪水講帶落去，你有濫用你獨佔的權利無？其實這就是這個外送平台的業者，因過去。會互社會觀感無好的所在，啊，外送業者袂當佇政府要出手來管制的時陣，你較來講，咱會當來好好啊講。那要好好講，你啥都無過去就好好講，你即馬較要講。所以你是有一個有能力的人，你毋是無趁到錢，你該是對外國來，外國對着這外送平台要求，應該是比咱台灣較濟。啥怎你這個？咱講攏經兩啊，咧欺負，對無？啊，你看到台灣哦，無這外送的專法，你就感覺哦，你安尼武馬緊。結果即馬人要定的時陣，你較講要來好好講。佇這個時陣，你出來甲社會講啊，外送員的薪水嘛足懸的啦。其實足儕人來做外送嘛足好，其實這攏無啥物說服力啦。啥怎咧？
因為我去做這個外送員，我薪水遐懸，你袂當干那比薪水，拄只工時，伊講到你工時，伊工時遐濟，愛工作的環境咧。伊工作的環境，伊不管外口的日頭，啥物種的環境，伊攏愛出來。啊，你敢若講一個薪水，迄哪有合理啊？咱若要安尼講的話，咱嘛會當講，是安怎有足儕中小企業，伊一個月開5萬，咱定定會看到這個新聞，找無人，找無工，是安怎？因為可能你的工作環境毋是遐好，所以真濟少年朋友無想要去。我去你的所在，攏是要甲我介紹女朋友、男朋友，我是大人共年紀的，我是安怎無愛去，會當互我家己會當找男朋友、女朋友的工作環境。安尼觀眾朋友一聽就有啊嘛。你的環境無共，雖然你的薪水較懸，嘛無一定人要去。所以你袂當干那用薪水來一直強調講，哦，我外送平台的薪水攏足懸的，啊，若外送平台薪水攏足懸的，你甲趁啊濟，到底你是趁偌濟？咱就真好奇，到底是趁偌濟吼？其實伊的成本也無揭穿互咱看，但是伊內面咧佫寫另一方面，在美國包括西雅圖、紐約，小姐通過提升外送員報酬的法案。平台為了要維持營運，必須提懸消費者這邊價格，或者是限制當時就線外送人員數，產生真大的反彈，包括訂單的數量急速來減少，影響到餐廳的生計，或者是外送員需要等待數點鐘才會當上線等等。原本希望保障外送員報酬的立法目的，反而不如預期，這是平台所寫的這個反駁的意見。無我就是我拄則講，其實台灣的外送平台，伊佔喺台灣的市場的獨佔的力量是非常強的，而且大家即馬消費者是愈來愈多吼，攏依賴這外送平台，對啊，你想看美國伊的迄個外送的迄個因的產業無台灣發展遐爾好啦，因的消費者吼無遐爾迄個，你看美國若地廣人稀。因遐所在足儕人攏家己厝來煮嘛，一禮拜對啊，買一個冰箱，因咧就是做足多市的人，吼，而且你咧國外伊嘛是攏因咧外送，那你因咧都市攏是用騎腳踏車啦，系啊，因咧奧多拜少嘛，啊你騎腳踏車你送的體力有限嘛。機動力有限，你一工你看你腳踏車你外口騎，所以因迄個絕對袂使，所以因咧產業環境吼是無共款。啊，咱台灣吼，這個我拄仔講的個環境，咱經過這發展以後，其實外送平台，咱台灣即馬三方外送商家甲消費者攏依賴這個平台啊，所以造成這個平台這個權力愈來愈大獨大的時陣，所以我是感覺講，而且咱即馬這個法案，我講的嘛是小可。哦，這還未通過，佫還佫立法院討論的哦。咱即馬討論的這攏是迄個勞動部的草案安尼啊。哦，這個還佫立法院討論，所以這款這你講，咱是小可，因為過去這個外送員，咱攏政府攏無管，攏完全攏迄個，咱即馬是只不過吼小可約束一下安尼啊。所以我感覺伊舉的迄個例吼，實在是迄甲台灣吼，這個現象是袂比的。差真濟。對。啊，佫有了，譬如我甲你問，伊講吼，伊內面講吼，將向採用齊頭式的這個報酬文化吼，會當快速大量提升收入的水準，但是可能較難在營運嘅消費者的這個市場頂頭符合需求，對長期效應，最終會對原先就業的勞動族群造成負面的影響。一定意思係講會害到恁家己啦，吼，而且最終仍需要納入。對於各提案版本當中，其他需要被計算之開定費、等待費、勞站、地軌站的費用，還佫無明確的計算的公式之下，可能再度提升消費者的訂單成本，後手會影響愛斟酌來評估啊。意思是講，恁著愛較注意哦，刷來我會提懸消費者的這個費用。平台是資方啦，伊一定會安尼講的，伊一定會用這種方法來恐嚇大家。但是對外送員來講，我可能佇台北、新北，還是台中，還是新竹，這個較好行的都市，
咱有可能會走超過245塊，這是有可能的，我嘛是實在講是有可能的。但是你若佇南投、嘉義、雲林、屏東這個縣市，你敢有可能走超過200塊？真歹啦，我來講真歹啦，有超過100塊就偷笑啊！啊，若對遮的外送員，咱的基本工資是年年咧起，但是遮的外送員伊的收入是年年咧減。啊，這敢有合理？對，這一定是不合理的嘛。但是阮感覺講，咱做這個頭路，阮就希望講有基本的保障。那上莫講都市甲莊腳有差偌濟，但是基本的保障、法律規定的基本薪資，阮上無愛有一個基礎佇的。啊，那伊這描寫着起訂費、吼起訂費、等待費，啊幾站幾樓，這費用你認為應該計算嘛？這佇勞動部的專法內底有寫着講，伊有2條保障線嘛。咱即擺討論的是第2條保障線是245塊，抑閣有第1條保障線是每一單，你愛算講，咱有佇交通部未來會定一個運價基礎，運價基礎。啊，甲這個運價基礎，敢若坐計程車壓表啊，安尼意思啦。甲這個運價基礎愛聯動。啊，聯動的話，我嘛有建議勞動部，因為即擺伊算的是1:1，我嘛希望講，莫定較遐死，莫互產業有一個喘氣的空間，有調整的空間，後壁再討論，先好過再講。先好過，咱只要甲基本費定起來，245塊的每一點鐘定起來。後壁1公里偌濟，勞贊費偌濟，啥物情形會當收？迄會當等咱專法修過了後，用行政命令來做約束，這嘛是一個方法。老師，這我睇伊一句話吼，互咱要想要來問老師，伊講啊，伊資方啊，但是對平台來講哦，我毋是傳統的資方哦，我是只倒手正手，互你來甲做伙安尼哦。我賺的是這個智慧財，我這數位財，我毋是資方哦。今仔日問題就是出來遮，咱用傳統的方式來看待伊，伊就講無咯，我是正手摕來錢，倒手摕出去啊，我敢若一點點啊安尼。老師，其實咱真正袂當用傳統的觀點去看這個平台業者，因為伊是雙邊攏公門獨市。對着這個店家來講，伊是啥？伊是買方呢，對無？啊，這個店家是咧提供物件互伊的，啊，對着這個外送員咧，伊嘛是買方啊。所以咱有一個部分就咧講買方的力量啦。你甲你這個物件啊要摕來，我這個小店家拜託平台來幫我賣物件，我這個外送員來講啊，你來甲我請，啊，伊為伊賣物件就賣互這個消費者，啊，伊拄則咧講，你若因為這個以這個西雅圖的這個例來講，啊，你若甲這個介紹去互管啊，你就講啊一堆講啊，對啊，上尾安尼就無保護着遮個這個消費者也好，啊，遮個這個外送員也好，這參廠商咧講，你政府只要起基本工資的話，你就會安怎？你就會互我的成本提懸，啊，我的成本若提懸，我就無法度好好生存，我就會裁員，所以上尾啊咧，你就會安怎？會失業。但是咱基本工資，咱上加工資起遐濟檔。有真濟人咧講失業，這個社會也是遐發上大聲的這個廠商咧講安怎？咧講欠工。啊，這到底是啥物原因？其實我嘛咱所有的這個觀眾朋友會當好好想看覓。第二點就是講，那真正這個平台業者賣袂記哩哦，我一直提醒大家講，咱即馬平台當講就敢若兩大平台啦，吼，因為統一迄個部分就較細。這兩大平台拄則講着講，啊，你一直甲我強調講，啊，我這個外送員大家攏過啊足好誒，啊，咱無咱來看嘉義縣好啊，咱來看雲林縣也好，這個外送員平均的薪水大概偌濟，你會當互阮知，你袂當規個怎啊加做伙來講啊，我其實家裡我這個平台人大家攏過啊足好誒，哪有過啊足好誒？你哪有過啊足好誒，就袂有遐濟糾紛啊嘛。所以
其實我媽我一直咧強調就講，今仔日你若感覺講你的外送員已經攏過啊足好誒，你應該愛好好來說明，或者政府，還是講或者外送員愛互知影嘛，就講我真正做啊足好，毋是攏用一個小塊點，咱咧講啊，就講以偏概全啦。哦，你用一個小的點啊，講到最好，啊就講哦，所以安尼，即個我加入我即個平台的人，大家其實攏真好。我嘛這是無法度去說服咱所有的觀眾朋友也好，消費者也好啦。啊，我嘛上重要，有哪是講，即個平台業者吼，因為你真正是雙平賺啦。吼，講較白就是雙平賺。啊，你雙平賺，你即馬這邊袂當賺啊濟，你有可能去賺另外一邊。啊，這個部分其實真正是咱政府愛好好注意的。啊嘛，希望這個平台業者，你也感覺講政府安尼定無合理，就愛好好參政府講。啊，毋是一直用無唔對的這個資訊。因有納稅無？有啦，有開始納稅啊！吼，最近有。因啊，這幾年因雖然有納稅，但是因也無法度用公開透明的這個資訊，互大家知影。其實大家嘛感覺講，你會甲繼續去趁這個，可能會甲大家吸較濟這個錢。